但嘅石榴，哦，下巴。今日要讲的故事是这个彩色的世界的故事，这题是安怎来的？啊，我先互你看，因为这本册虽然讲新厝里尾有一个欠点是，有真侪画面拢是安尼，安尼敢看得清楚？看不清楚吼，因为规啊拢是共色吼。但是看无清楚，我摕落去互恁看安尼吼。因为伊主要是一开始这个世界就是真正是安尼吼，是乌白的，啥物拢无，所以若是坐较长可能看无清楚了吼。啊，后来就是有一个咱的这主角发明一个无共的彩色出来，啊，这是啥物色？发生啥物故事？等下就开始聊聊个互恁听，啊，即马先聊一段互恁听。就是相反吼，这个故事就是讲这题是安怎来的？好，开始啊吼。我用迄个，对啦。不想乌白的世界，敢知识其是倒位来？魔术的专家是真厉害，会变出各种的色彩。彩色的世界，哎呦出问题啊！那些不准红阮切，黄色是插白，个红色的啊，红色热情又太性地。三种色彩，蓝色、黄色加红色。所以这本册主要就是要讲这三种彩色的故事。啊，发生啥物代志咧？啊，拄则我讲迄要做实验，今日有这个料理，我有啥？哦，这个这是哪色？这是哪色嘛？不过其实这应该看得出来，这是无啥迄个是，看无啥其他的。不想乌白的世界，敢知识其是倒位来？魔术的专家是真厉害，会变出各种的色